唔好意思啊，超哥，做唔到你想做嘅嘢。如果那2個字沒有顫抖，我不會發現我難受。怎麼說出口，也不過是分手。如果對於明天沒有要求，牽牽手就像旅遊，成千上萬個理由，總有一個人先要走。懷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離開的時候一邊享受一邊淚流。10年之前我不認識你，你不屬於我們還是一樣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，走過漸漸熟悉的街頭。10年之後我們是朋友，還可以溫柔，只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相擁的理由，情人最後對面兩位朋友。是重新許願，例如學會承受失戀。明日今日便要在身邊，未捨得改變。如果有幸滿面，或在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現。明明今日未見你一面，誰捨得改變？愛你60年，但願能認得出你的子女，能永遠聽得到你講再見。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運氣，到這日才發現曾呼吸過空氣。我希望喺明年嘅今日，可以喺咁大嘅地方同大家見面。